啊，高铁火车通常北上的过去没有多久就又有南下的过来。啊，你看，交轨可以长这么长，尾端如果压得压得弯尾端那个压一压，如果还弯得下去还可以煮来做菜煮汤呢，煮来做菜吃这些白秋葵，你看棱角没有那么明显，那么长的还几公分呢，将近20公分大概有。右边这个还可以再长很长，大概2-3天就长得很长。等盛产的时候要记得嘛，2天就可以巡查一看，巡视看看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不然长得太长，有的时候怕它纤维太粗了。这个是白秋葵这么粗这么长，还可以煮来做菜做煮汤吃，胶原蛋白还胶质胶质比较丰富，可以搜寻看看是不是跟胶原蛋白有关系。皮肤大概40-50岁说胶原蛋白容易缺乏，60岁要注意心脏功能，说怕像溜滑梯那样走下坡，最好要有5岁比较好，5岁1个半小时，养心脏也比较好。照顾心脏不要在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太用力了，搬重物了、推重物了都不要，太劳累的工作都不要。有蚊子在咬了，赶快走。